咩話？299蚊就可以嚟汕尾玩2日，入住汕尾大一間5星酒店，仲有生蠔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導遊 Alan， 今次我哋嘅目的地係第一站嚟到餐廳品嘗特色生蠔宴，鮮甜嫩滑嘅燃燒生蠔、椒鹽鮑魚、滷水鵝、白灼蝦、陳皮水鴨、蛋煎蠔仔、手打肉丸、芋頭糕、魚餃炒青瓜、汕尾小米餃。夜晚我哋入住汕尾第一間5星酒店巴黎半島酒店，每間房都配浴缸。酒店對面就係汕尾最出名嘅二馬路夜市街，熱鬧非凡，煙火味十足。行程方面會帶大家嚟到海上古堡，打卡絕美海景，漫步海邊，休閒又愜意。團費只需299，全程純玩冇購物。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喺下方留言啦〜